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候选人陈金珍表示，国会三党无过半是台湾目前上大的困境。国民甲民众两党联手背甲，互新人新政热情的政府寸步难行。立法院的攻防不但攸关台湾的未来，不是动员，更成为立法院的新常态。所以这段期间，以早放期暂时，除了有不少党员为加油打气，也呼吁郭国文爱信守立委职责，专心守护立法院。市党部就由陈金珍来顾。国会三党不过半是目前台湾最大的困境。国民党、民众党呢两党联合背歌，将会使我们的新人新政的赖清德团队呢未来会窒碍难行那目前立法院的一个攻防不但是攸关台湾的未来，那分秒要待命。那像今天我们郭国文立委在立法院的一个打拼那金钟呢拜访了很多的一个党员的一个同志，他们为我加油打气那也呼吁郭国文立委呢能够信守立委的一个职责来专心守护立法院这个声浪不断的一个提升那台南呢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圣地市民朋友对民进党有很多的一个期许那当然有很多人不乐见民进党的一个派系，或者是任何一个公职呢，能够包山包海来包办每一个职位了那我想金钟呢是跨越一个派系最能够团结所有的民进党的一个党员来团结一致按我们谦卑的自我检讨自我反省来争取市民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支持那我再三的一个强调主委要专职，主委不能兼职这个立委呢，顾中央地方呢，金正来顾来拍拼陈金珍表示，专职主委跨越党派，党务结成，是这次主委选举对着党员的三大承诺。因为港是会当专职专力为党务拍拼，是检验党部主委上佳的标准。对此，郭国文回应。过去选举期间，伊也得到公道盟甲口袋国会认可是优秀立委，凸显伊当兼顾国会甲台南。郭国文讲，如果伊会当成功胜选，伊伫担任台南市党部主委，也会用甲选举相同的拼劲来守护国会甲台南。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